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伫即个网顶三合见面，三合伫遮敬拜主伫遮来举行即个主日崇拜。时间实过得真紧，拄则即个元旦才过了咧，一个月。你要过去咯，今仔已经是29号咯。咱若春节咱人年头也是拄好才过去一礼拜，时间也是过得真紧所以咱伫遮来享受主的恩典，伫这新的这一年过去的这一年咱感谢主。新的这一年，咱虽然毋知，咱继续仰望主。伊会带领，伊会同在，因为咱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能的上帝。咱活靠伊，无抵到见效；咱活靠伊来带领咱全面的道路。所以咱毋免惊，因为咱是伊的囝儿，伊答应咱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的同在，所以咱感谢主。咱前面的道路，咱只有继续来仰望主有的人可能还阁身躯会袂好势，身躯问题，或者生理工作顶面的问题，我相信这是暂时的上帝要带领经过这的难处，所以咱应该有信心来跟地主的脚步，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亲爱的阿爸爸，阮将今仔日的聚会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主过去的日子，你怎样带领阮？前面的道路。阮继续仰望你，求主甲阮同在，带领阮前面的道路。阮的身躯，阮的灵命，由圣灵来施恩赐福，互阮这个身躯得到上帝的照顾，互阮属灵的生命继续的圣灵带领，互阮心中无有信心，无有喜乐，无有平安。因为阮深深的相信，主要甲阮同在，主无放弃，无离开阮，阮就仰望你。阮来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主，求主你借着你宝贝话语来开启阮心中的目睭，互阮看见家己的需要，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阮的亏欠，互阮可能靠着主的恩典。接受主的加持，互阮搁较无惊吓的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有信心的来仰望主。阮将以下的时间也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愿生孩子也他的生灵和他慈爱环绕你，让他充满你，使你心灵满足。哦，圣灵丰富各自降临，愿你顺服他旨意，使你的完全生命永远属主。耶稣，哦耶稣，来充满
耶稣，哦耶稣，来充满我心。哦，愿你们欢乐的歌唱，唱出心中的喜悦，举起你的手，称颂赞美主名。哦，让他安慰你的忧伤，抹干你一切眼泪，使你能靠主的名得新生命。耶稣，哦耶稣，来充满我心。耶稣，哦耶稣，来充满我心。各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崇拜会的信息题目是早期教会的生活，包括属灵的生活甲物质的生活。The life in the early church。咱要接着《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主要意义啊，主旨啊，主旨是中心思想啊，是讲到初期教会通过圣灵来诞生啊，信徒呢也开始就过着无相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信徒啊，将家己献身伫上帝的使命当中，甲伫教会的工作中面，这是也是咱的目标啊！诚做世界啊，伫上帝的恩典内面形成一种真特别的属灵的恩典的社会。当咱不断的献身给上帝，甲伫主的圣工中面的时阵，上帝呢就会借着信徒美好的灵性甲见证呢，来吸引人来进入到新的国度内面。所以今仔日咱头一项呢，来三甲来先来温习初期教会的生活啊。咱顶礼拜讲到在信主的人，因的生活是怎样啊？伫第2章41节、42节安尼讲，伊讲就安尼在领受彼得所讲的话的人啊，就受了洗，受了浸。迄一日，门徒加会添了3000几个人，门徒就增加3000多人。那么42节讲，因在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必拼祈祷。所以这是属灵因的活动，属灵的生活，也是因聚会的情形。咱讲到彼得讲道了后，领受彼得
讲到会跩人啊悔改信主了后啊，那跩人啊是对倒来的呢？咱顶礼拜有讲到，跩犹太人啊分散伫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个国家甲地区内面，因为着要来耶路撒冷来受罪啊，受逾越罪，甲个五旬罪，因就对西罗各方来到耶路撒冷，当听到彼得会讲到了后，真插心啊，真受感动啊，所以因就接受了伊的道理了后啊，因就悔改就随礼咯啊！迄一日啊，门徒增加3000外人。啊，这是初期教会啊，第一批的信徒啊。那么跩信徒的属灵生活是怎样的呢？圣经啊，甲咱讲四项啊，也是聚会的内容，也是属灵生活的内容。头一项是讲到，因跩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就是无停的遵守啊。咱知影遵守就是服从这个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对倒落来呢？当然是对主咧假使活咧时说假使来的啊，上帝的假使啊，因跩拢遵守基督借着跩使徒所传的跩教训啊，因拢服从主，也接受主的这个权柄啦啊，因为你若接受主的话啊，也是接受主啊，服从主，也就是接受主的权柄。伫教会开始啊，伫教会开始一直啊到今仔日啊，遵守基督的教训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基督的教训就是什么？就是指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咱今仔日称呼圣经的真理啊。圣经是什么呢？提摩太第后书第3章16节，讲圣经拢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所感动叫属神的人写出来。对于教训啊，督责，互人归正，教导人学好，拢是有益处的。为着要叫属神的人啊，通得到完全，有比通行逐款的善事，行好的代志。所以教会的会友，教会跩信徒啊，头一项一定着受真理的教导，着遵守着服从神的权柄并且伫生活顶面行出来。所以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伫教会的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的属灵生活，因着参加查经班参加伊就个人着灵修着崇拜跩对真理的明白灵命的重整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若无受过真理的造就，圣经的造就，明白圣经神的话，那么真危险啊！若无跩对圣经的认识，无真理的造就呢，就真过头以宣邪说来欺骗，来行毋对的道路，来离开正道，离开了正道，那这是真危险的。
咱今仔看起即个末世诶时节无几会食着跩异端邪说进入教会来欺骗，来引带人行大路所以咱着小心，毋但教会领袖着注意小心，兄弟姊妹也是着小心，毋通随便听信发异端邪说当咱有受到教会真理诶造就了后，咱就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毋对所以感谢主，这是头一点。第二项呢，因为属灵诶生活是彼此交接，彼此诶交接是互相诶交谈 fellowship 咱三合做即个时节信徒伫灵内面彼此来交谈，三合来分享或者你生活顶面有啥物见证，有啥物鼓励，有啥物交心，有啥物带导彼此分享带导，咱灵性会得到进步，咱彼此之间即个关系佫较密切，咱咧侍奉诶工作顶面会较便利比较有跩圣灵会带领，因为同心合意彼此了解也对侍奉是真大诶帮助。佫来讲到擘饼 breaking of bread 擘饼是当时中东犹太人咧食饭诶时节因叫做擘饼，因为因做诶毋是像咱咧食米饭咱咧食米食 rice 咱是安尼。当时因制作了用米粉做一个大块诶饼，真大块，一个人食袂了因就擘开，才分互逐个人你若去着新疆维吾尔族因遐咧食诶也是即款诶真大块饼，甲咱中东诶因咧食饭，所以擘饼一方面是代表爱盐，一个普通食迄个 meal 咧食饭，即个擘饼也是因伫咧守主餐诶时节因也是有擘饼，耶稣摕起饼来伫迄个最后晚餐诶时节，耶稣摕起饼来擘开就讲祈祷祝福，伊讲即个是伊会代表耶稣诶身躯即个饼是规块是完整诶，擘开也是代表耶稣诶牺牲，牺牲就分到逐个人伫食诶时节，为着咧纪念耶稣，为着咱诶罪，要拯救咱脱离死亡伊牺牲伫十字架顶，咱来接受耶稣，咱就会得救。所以这个饼是代表耶稣葡萄汁是代表耶稣诶宝血，为咱来流出来，无流血，人诶罪就袂得到洁净。所以这个擘饼是一款诶，也是一款诶 fellowship 诶其中一项爱盐就是三合做一个食饭，欢欢喜喜三合做一个食饭伫遐彼此交通有一个好诶团契。那么这3000个人要怎样伫一个送一个真大诶所在，要来擘饼食饭呢？当然无办法。所以当时诶在信主诶3000人诶信徒有分开分散伫家庭内面，可能有诶伫城内，有诶可能伫城外，或者是对外岛诶来诶，因就搭张棚伫内面聚会3-5个还是10个左右，因就伫家庭内面伫遐聚会擘饼佫一项讲到祈祷祈祷是什么意思呢？祈祷就是甲神来向神祈祷除了因跩信徒分开伫家庭当中分成小组伫遐咧祈祷可能也是个人的祈祷，或者因去圣殿的继续有这个犹太人的习惯，一日有3摆的祈祷，早起的9点，日头的12点，甲下晡的3点，因继续有一款的祈祷所以有祈祷的人伊灵内面才有力量圣灵才伫内面做工
伫祈祷的当中，伫向神认罪悔改，咱的暗赞的生活，求主原谅赦免，过圣洁的生活的时阵圣灵就充满咱，生命就要使用咱出去传福音，才有能力，所以当时的教会属灵的生活，头一项是遵守神的道理，第二项就彼此的 fellowship，这个交接，第三项是八饼三甲食饭，八饼，第四项就是祈祷，祈祷就力量，无祈祷就无力量，多祈祷多力量，少祈祷就少力量，无祈祷就无力量，所以求主帮助咱。而且圣经讲，因在恒心恒心的意思是啥物无停的继续安尼做，毋是祈祷一摆参加这聚会一摆，一年才来一摆，或者是几个月才来一摆，是这几礼拜才来一摆，因在恒心的做这四项代志，灵性才会进步。所以因是恒心遵守神的教训。所以初信人恒心彼此来八饼来交接 fellowship， 因在信道的人、信主的人会恒心参加八饼爱宴守主餐，因恒心伫遐咧祈祷，所以因有做跩，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起这3000个几个人伫遐做跩代志的时阵，而且是同心合意。有恒心的做，因跩兄弟姊妹是送一条心，是同心合意来实行跩代志。所以咱就看起伫因的教会当中产生一股真大的力量，为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因伫人的面头前有真好的名声，所以因跩是伫这个属灵的生活顶面。因做出来代志，所以初期的教会因安尼做，咱今仔日教会也应该着安尼做，诚做咱教会的团契小组查经咱有做代志，做咱属灵的生活时阵，咱的灵命才会长进，灵内面才有气力为主做见证。第二项，第二点。讲到因有惊吓，所以信主的人因讲正人拢惊吓。这个正人到底是讲啥呢？惊吓，因咧惊什么代志呢？有诶解经家有讲三款的情形会解释三款的解释。头一项是讲到这个正人是指什么呢？是一跩互圣灵降临的时阵，听彼得讲道了后，认罪悔改信主的人跩基督徒。因信了主，本来应该着欢喜快乐有平安才对敢若是因咧惊什么惊什么代志呢？所以这初信的基督徒会惊吓解经家佫说惊吓，因无法通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因惊吓这个弯曲的世代，将因掠去到世界叫因犯罪，因就袂得救咯，因惊吓跩。所以这个弯曲的世代伫旧约的时代是讲到在伫曠野内面反叛上帝的跩以色列人。咱知影伫以色列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这40年内面怎样无顺服上帝，反叛上帝，甲摩西对抗无听神的话，跩人伫申命记32章第5节讲伊说跩怪僻弯曲的世代向因行行向上帝行行邪僻跩邪行就是做歹代志有一款的弊病跩犯罪的代志因
就毋是属神的行理了。在反叛上帝，毋是神的行理那么伫新约呢，这个冤屈的世代是指什么？拒绝主耶稣的人，拒绝主耶稣的人。腓立比书第2章15节讲，互恁无可指摘诚实无为伫这冤屈背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行理。所以伫新约时代是相信神伊生活无瑕疵就离开了这犯罪的代志，无可指摘。所以因惊遐有人解释解经解释，惊遐无法通脱离了这个冤屈的世代，因就犯罪了，惊因就犯罪了，犯罪了，因就怎样呢？将来一日神的审判因就无法通进入神的国度内面了。第二解释呢，讲到这证人是指怀无有先祖的犹太人。就是当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彰显出来时阵就是代表神的甲因同在神藉着因讲方言，神藉着在教会来行神力奇事，就证明因是属神的。在四周围的在犹太人因拢惊吓咯因遮是无先祖的人，伫四周围就人因无悔改因遮人，因为因知影，因若无归向神，因若无悔改归向神，因就是叫耶稣基督做敌人咯，为敌咯，叫基督为敌咯。这个人若叫基督为敌因就怎样呢？因就无法通得救无法通得救所以将来伫审判的日子要怎样神咧审判因。所以罗马书第2章第5节来讲，伊讲你竟然啉着恁的硬心刚硬的心毋悔改毋悔改的心，为家己积蓄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来显出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来讲。所以因惊因若无信主因将来一日会受到什么呢？受到上帝的审判。第三个解释讲到这证人是指信主的基督徒惊吓是啥物呢？惊吓你若有诶见识甲这个敬畏神敬畏 fear God 叫这个惊吓上意思但是这个人若是真正对伊诶心内 fear God 的时阵当因看到教会成立上帝甲因同在行神力奇事在使徒行神力奇事讲方言，真侪人信主，伊感觉到原来主耶稣甲因上帝甲因同在所以因伫内心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敬畏是啥物敬畏是一方面是尊敬上帝，一方面是惊因做毋对代志犯罪得罪神上帝的公义就来刑罚恁。所以因有存着一个敬畏，毋敢乱做犯罪，过着圣洁的生活，这是敬畏心。咱今仔日教会世界在基督徒所缺欠的，就是这个信主了后，真真正正存着这个 fear God honor God 的心所以敬畏是信徒真重要的咱查经真好咱祈祷真好咱去礼拜堂真好，但是这个人若做外表的代志，若无
内心无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理，上帝无欢喜。外面跩做，只是外表的。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伊就有耶稣的生命会表现出来。那么，因会见证众人欢喜，上帝欢喜，就会吸引人来归向主了。所以这就是因会这个敬兄，毋是说信主就敬，毋是，只是存着一个敬畏心来跟地主。第三项，咱讲到这个初期教会在信徒物质的生活是怎样啊？因信主了，因的物质是怎样啊？伊的生活是怎样啊？第2章44节、45节，安尼讲，伊讲信的人啊，拢三甲做阵，做一个凡事公用，凡物公用。凡什么物件三甲用并且有的人就变卖伊的田产，就是伊的产地卖煞甲伊的家业伊的财产卖煞按照各人所使用的分托各人所以因卖了遮物件，因就摕到教会三甲用、三甲享受因的需要。咱知影当时耶路撒冷在信主的人伊讲凡物三甲用，伫遮情形下面敢若是因要做什么情形下面，因则敢若是要摕物件去买来到教会呢？有几款的情形第一项伫遮五旬节3000个人，几个人来信主所以大部分是对别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来守节期的遮人。因信主了后因需要点伫耶路撒冷，点伫耶路撒冷要干哪只？来接受真道的训练圣经讲学习耶稣开始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道理学习耶稣的道理。第2项要学习在使徒的教训，也就是神的教训，因着需要伫耶路撒冷继续留落来。点咧耶路撒冷来学习学习才有法通出去传福音，而且所传的福音是按照圣经、按照耶稣、按照使徒所教示的，是纯正的福音是正的，毋是骗的，毋是异端，并且因为主做复活的见证，所以因需要留落来。那么在留落来人，毋是1个月、2个月，毋是1日、2日的时间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就点伫耶路撒冷。因伫这个时因踮正远的所在来到耶路撒冷，可能因带来的遮路费已经用了咯，开了咯，因的生活要怎样就真问题咯，诚做问题咯。所以呢，就本地的信徒耶路撒冷的信徒因着听主听人的心因就主动的变卖田产甲家业，就照各人的需要分托逐个人。第3点呢，虽然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若有即款的需要但是伊若毋是勉强在信徒着安尼做，着捐钱卖田产，毋是强制要求的。因乃是自发性的。什么是叫自发的？就是伊家己愿意的，家己愿意安尼做，愿意买做财产来推到教会来三甲用。佫一项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因遮人摕财产去买凡物公用伊毋是为了要赞助迄敬人毋是 charity， 毋是为着 charity， 毋是为着要到平均主义咱逐个人有诶好业，有诶无送有诶好业，有诶无钱，有诶较爽向咱教会着平均咱就有诶政府诶制度着平均财产在平均主义，毋是为着在平均主义，伊是为了供应在接受主耶稣在教会3000几个人的装备、甲训练所需要的。因为因钱开了咯，但是因需要佫留落来，所以费用都对得落来就是互因装备去用，并且伊将来教会分散的时阵，跩也互别人诚侪因的路费，诚侪因的费用出去外面来传扬福音。所以这就是安尼，因为跩物质的需要甲供应。虽然这个凡物公用是特殊的现象而已毋是每一间教会都需要安尼就看情形的需要。但是其中有一个意义真重要意义，就是因看见兄弟姊妹有迄个需要就愿意自发自动的献出来。这款就是有彼此相挺的心，彼此相挺的心。圣经这个讲，圣徒若缺欠，着帮补，着帮赞。所以今仔日教会也是着继续这款用挺心来帮助彼此相挺圣徒的缺欠着帮赞的补偿这是现在教会彼此相挺的原则被说落去讲到，因有跩属灵的生活，也有这个属物质的生活。说落去，咱讲到教会增长的情形现象。第2章46节咱讲因逐日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伫圣殿内，甲伫家中必拼存心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就三甲食餐。因伫遐俄罗神得民众的喜爱，得证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数逐日加添呼应。因在信徒逐日拢同心的合意。因伫殿内，有伫圣殿的，也有伫家庭当中。所以初期的教会并无离开圣殿，无离开这个犹太教的习惯所以初期的教会也无甲这个犹太教完全的分开所以犹太教的领袖也无将因赶出去。所以因继续伫圣殿内面伫所罗门的殿廊下伫遐祈祷，伫遐献祭每一日伫圣殿的门口还是内面传福音为主来宣导。所以这表明什么当时的教会
家庭教会啊。另外一个是伫家庭教会，伫家庭教会有必拼有伫家庭内面的彼此即个交接有迄个 fellowship， 三甲营饭，三甲伫遐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家庭教会，因毋是一个叫做啥物啊？毋是各自为政，个人家己管理家己。因有时伫圣殿三见面，有时伫教会三见面，伫遐侍奉，伫遐团契聚会，所以因伫照常三甲来往。那么伫遐，因伫见证啥物呢？有见证主的疼。伫因的生活当中啊，因有即个属灵的造就、属灵的美德伫社会顶面表现出来。世上的人看起来信徒啊，因内面有耶稣基督伫内面啊，所以伫生活内面是诚做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新的表现，所以就得到真侪人外面的人会欢喜啊！既然因有即款美好的见证呢，上帝呢就怎啊，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就加添土因咯。所以当有人认罪悔改，因就将因带到即个因的家庭当中，互因有即个教会的 fellowship， 教会的团结甲造就。伫因的生活当中，高举主耶稣的名，伫每日的生活当中来彰显耶稣，来荣耀主。因有美好的灵性，才有即款美好的见证，所以才有法通得到正百姓的欢喜。既然有美好的见证，得到正面的欢喜，得到上帝的欢喜，圣灵的充满，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就加添互因咯。所以当咱看到在伫外面看信徒在初世人出去传福音做见证，实际上是圣灵伫因当中伫咧做工。只有圣灵伫因当中做工，才有迄个力量，带人来归向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仔日信徒每日的生活，应该有美好的见证，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才有法通吸引人啊。所以有的人讲到咱为主做工宣教咱就当然就经过培训练，互因会晓咧怎样传上帝的道理无一定特别的注重什么真技巧或者就需要什么复杂性的技巧就请举行什么大音乐会咯，还是什么表演咯，来吸引人。真正吸引人的，毋是在表演，毋是在外面的布置，毋是真水的礼拜堂，乃是在信徒心受耶稣的生命来彰显出来。因的内心心受真正的敬畏上帝的心。因若有即款美好的生命伫世间人当中上帝自然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到因。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借着这个使徒行传，互咱看出初期教会因的属灵生活是怎样，因的物质生活是怎样，因彼此之间的生活怎样的，互咱这个参考而且互咱学习因的好的榜样，
用伫咱的教会当中来为主传福音，来引带搁较侪人来归向主，愿主的名得到荣耀。咱三个阿头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借着初期的教会，互阮看见因的属灵的生活是阮的好榜样。因伫遐彼此的交接，彼此的逼拼，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祈祷，是怎样恒心的学习神的话。主啊，求主你也帮助阮的教会有啥物亏欠的所在，求主赦免，也带领阮行伫这合乎上帝旨意的道路，来荣耀主，引带人归向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